哎，所以我等下先送叶片油条，唔继续泡，我嗰陣嚟再。哎，好啊，按录风声音呢。好。爸。好吃。那个油条哦，泡煮好呢。片油完调呢哦，很较好。所以啊，你嘅厨艺哦越来越好呢。是吧？哎，咱做去哪啊？去医院回诊啦。医院係下個禮拜啦，今唔錯嘅啦。哦，阿勇叔。哎，走，哎，走啊！哦。你们还要送个油条，搞个去啦，搞个答应人家的事情哦，就要好好的做，对不对？搞个去啦。哎，错了，还敢去了啊？给啊！啲點嘛嘅貴怪怪嘅。啊，谁呀？哎，阿生爸，來啊！爸，阿勇叔，你的豆袋要去哪啊？啊，等下就转来了。店主哦就搞捧你了，哈。好。可以。好啦，來啊！嘿，好來啊！你先唔好加邊，佢按做再把啦用所以奶。小暖的天际线，平静的一年秋天，给路红给茶叶，落入乃是天野，唔多比嘅，有個幾下嘅，來去去嘅鬧嘅。春夏很轉，消散嘅時間，思念一遍一遍，有深有淺，難有你在身邊。謝阿姨，你啲無限咯？冇啊。哦，係講唔一係有限，看我飛一下眼媽媽嘅信息冇？佢講佢早上要傳信息問信息。我有看到。哦，你喊你看佢媽嘅事情。哦，OK。謝阿姨，一係我前2日講我要做個素飯啊，你知道用誒？阿媽生日，你送愛送藥啊？錯啊！包都唔會炒哦，佢應該會中意啦。不過我記得佢冇乜該衝4、7家嘅生日，你當準備，佢敢會吃到大餸啊？佢哪用衝事？你當衝事好冇？係哦。係啊，佢唔對真件無了解俺媽媽其實控制魔人咧。好啦，幾出來做啊？唔愛自家做，還是捱做？唔搞捱來做。你想愛黃糖嘅冇？好。OK。第一步搓手。快點。好。
错错啊。哦。嗯。徐立新小妹妹，祝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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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这是米老鼠吗？对呀、黑爸爸特别让你做嘅米老鼠叫承辦呢。兒童媽媽雖然根本佢都係帶啲嘢，做唔得做來，唔過佢講一定係讓我過生日。喜欢吗？喜歡。武汉亚良神做得吗？阿咪姐，哦，那122爱做乜嘅？我本阿勇叔老爷爸爸做去两样用的啊。苏汉草本人老爱讲两嘛个闹热大擂台，我去家准备上户呢。故说我对根本人大早就开始准备嘞，都冇简单，张琴豆亚良神用的，好看嘛？啊？阿咪，1神我还知道可能太有杀气感的，我说有一些些冇合适啦。嘿那懂 fashion 啊 Yeah， 轻 fashion ，un fashion 啊那 super fashion ，too much fashion。 Yeah， too much fashion 哈，嘿，还七档久呢，歹势啊，阿咪。唔怕，还有时间，我过去请，对我。唔是啦，阿咪，记得我要自家准备啦。乜嘢係唔愛同阿咪姐講哈？喺講唔開牙叔講做嘅衫嗬，佢聽錯會讓你演戲。去個學事，去個事哈！加油加油 ，God bless you！你好，请问是徐先生吗？欢迎欢迎，我们里面请哦。我來看看，一兩，因為1兩冇合適啦。一個樣誒。唔好看，哦，好啦。好看冇？當貼片咧。一兩做對冇？做得。哦，真一兩，哦，來，啊，還有啊，哇，好看，肯定啊！叔公，嗯佢衫褲很精彩哦，同牙講嘅完全冇共用呢。哦，牙講用嘅老外邊哦，叔公，我做得翕相冇？做得啦，愛用嘅翕啊，就做得啊。唔去。為什麼嘅？隔壁好誒。咖啡啊，好，等下啊。好，我一兩。好。哇！1兩披衫，哦，好董事行咧。人家翕相，然後上傳 IG。哦，來，尿。好，我愛。
細妹做起來要動好看吼。真勁哦！高温一集，温嘢完美嘅 pose。加比來咧，做得冇？做得。拖下來，拖下來啦，啲人做唔得啦。啊？因為做唔得啊，叔公要人懂事行呢。娘哦，絕對做唔得啦。很大宋哦，阿叔公嘅皮衫硬好看，實做唔得做去錄樣。冇白記咧，去梁山哦，係佢嘅初戀。真嘅係初戀呢？真嘅咧。噓，走啦。姑娘，哦，得啦。哦，因為我聽出嘛。好啊。幫你去哦。哦。今晡日走順，唔試茶帶老薑同阿爸去來啊？你有冇點啊？愛看得到。哦。哦。可是你作為老你今天有當要在講什麼小給本消失嗎？迄牙子養到機量啥從牙茶，迄買唔？今日走順嘅事情有冇壓到門啊？我又冇當機。冇當機就唔是門嘅啊。我家下唔係門嘅，金魚哦。你門嘅人就都唔得講咩 ？OK fine。同阿爸講有失智症，真嘅啊？叫你打算用嘅啊？你想問嘅係，我講唔會照顧佢，錯嗎？我個牙哥行財出學咧，我轉來咧，其實走咧。我爸有喪事，為了眼睛就去我媽媽。迄講佢變到很嚴重咧。佢體檢驗唔出來嘅，一定係癌。牙子咩離家出走？牙子？哪有可能啦？可是哪一次發到牙子又天天當去念鄉下呢 ？Me too。哦，牙嫂咩想我走，帶等小叔出國。我轉來咧，佢哋都喺走咧。我真嘅咩唔見咧？其實先離開唔遠啊。咁啊！唔係太家講，你想要出國就出國咧。你冇強用，我係申請駐村計劃。真係有乜咁冇強用啊？真係有乜咁冇強用啊？你想要出國就出國咧。你冇強用，我係申請駐村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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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係有乜咁冇強用啊？你想要出國就出
无论迄么个理由，你就要出去了。记得都走嘞。那爸爸安用干啥？糟糕，你爸爸安用干啥？表示你去出国以前，你有想过这问题吗？立信，你有想过吗？你到底创业安尼吃油吃菜，马该是唔是少？迄唔免牙讲牙齿蛀啲啊呢？冲来哦，来这个弟啊，来不卡就抢来一只生人呢？我一生人，听说要留弟啊。阿姑，唔穿呀？阿公，大要。哦，阿姑，迄什么真紧出案的哦？老师讲嘅正经东南嫁起来呢，用个啥？啊？哦，师姑。是阿姨，叫来捐爱啊！阿公嘅sản婦哦，東岸老樹果嘅大批啦。哦。大班都金娜娜会较好啦。雅欣啊，哦，爱丁不用丁来。雅欣啊，坐等孙三问阿公有关叔公嘅初恋故事就好。老张嘅 first love 啊。哎，唔讲啊，佢兩集嘅色鬼哦，哎呦，懂煩咧，哎，謝阿姨，唔係啲哦，嗰兩皮衫嘅故事。老愛講啦，老愛講。我愛係有聽過，唔過我記得自家講較好哈。好啦。哦，按身邊哦，都冇人愛老鼠漢講。哦，董上愛啲呢，董上愛啲呢，董上。哦，師姑，係一隻錯冇？唔看咧。哇！謝阿姨，你看哦，一係手工嘅穿搭，有啲係手捻鴨皮風。嗰時候阿公嘅配件可能行一隻路線。阿公，大家看呢？係我。用吃的杀气变得很重。是 too much。阿公换这个。要数完呢？太小了。要数完用好嘞喎，好嘞啦，是懂久呢，哎，唔會啦，這個啦。啊！你就好咧，哎呀，做唔得啦，阿姑，你按呢老鼠骨懂冇整體感呢，按呢懂奇怪啦，怪就怪咧，你又沒大明星啊，爸，一條做得嘛？記得要發用嘛？當然記得咯，你nhà媽媽哦，教你。畫嘅嗬，阿婆畫嘅哦，凍漿呢？好食飯了，東西叔叔誒，阿你先，我叫你用嘅放啲冰箱吼，記得拿出來。哦好，蘇漢，有菜啦。哦好，來，示範咧。喂，小叔聽書。好。哇。哦。板凳下哈。好。
现做油条咪像按做风，根本就落开店咪嘅时间差唔多，才赚唔到偷嫩手饼嘅钱，哎呦咁酸嘅货。爱弟，你还没有爱讲，爱妈嘅事情就会开下来去家做，爱买油条系爱去家嘅隔天，然后无关系。系啦，爱就系好去家请麻烦啦。爸，你糖冻爱系唔？阿公，太姑，我出门了。你，金凤你哦，你生意啦，爱做9成半，帮你吃哈。要唔过呢，爱留一些帮力气同理性，尤其理性哦。真好吃9成半呢！阿公，我迄小叔，很唔错嘞。唔怕啦，冇事情啦，你好出门嘞。哦，今日模拟考吼。家家去炒菜，我会付唔多。哦，先啦，先。做9成半哦，轻重要就係時間啦。大趁隨嘅時間唔拉，見你趁連上去，就會趁得大客，韓國隨太久，兩陣就會揚唔起來。故說達成就係好好嘅算時間啦，多一些少一些都做唔得咧。妈，我照书来做哦，吼。爸。你，金本你生日快乐！会失败哦。哦，爱弟，安子说爸。好，记得哦，爱留一些帮个利息啊，利息哦，真好吃9成半呢。生日快乐！安子说。Chào mọi người, mình là Nguyễn Xuân Như. Thì năm nay mình ở Đài Loan 20 năm rồi. Ban đầu là mình học đại học, sau đó là kiếm việc làm. Thì Đài Loan giống như là ngôi nhà thứ hai của mình vậy. 大家好，我是。姑嫂，呀资料都在遐内来嘅。乜日本阿爸嘅？唔咩要啊，老蒋。老蒋讲哦。哎呀，唔係夾到本藝啦，迄個都自家去參觀那個。唔就去療養院看過了，那意思啊？就前一步嘅啦。哎呀，你唔是少啦，伢爸爸佢係超前部署天天，唔係你下可以帶啦啊！我老豆爸會想一直帶啲副卡呢。假使做得哦，佢當然想啊。
不过，今日受这一片啊，会越来越严重。就算破病，我着伫屋下要做得照顾佢啊。你哋每3年啊，都有7件嘅事情會無限啊，用嚟照顧啊。寒冬哦，迄代幾片，本醫生、護士、天數照顧哦，安樣很較好哦。哦，點啊？唔過，係啊，玉順。你好，你好。我想去請人家咖啡堂哦，嚟做我喺採訪嘅開場，好嘛？哦，好，對啦聽，什麼？所以，你睇下企幾片？好，企到幾？你行到一片嚟，好企一片，好下巴咁對。好。俺平常時喺啲嘅做乜嘅條路嘅？我平常固定會啲市場嘅廣播站做廣播啦。韓國我屋卡係買條人嘅，唔過日報嘅點嘅簽數冇做生意。請有我同我太子就向下做油條賣聽聽。就單槍賣油條聽聽啊？乜嘅點嘅會當攞唔到聽油條啊？油條其實做得各種多東西哦。像係梅、糖、菜都做得。古所當到點嘅老我屋卡聽油條。像日下我太子應該就啲送油條去咪間點嘅路行呢？亞太子下啲送油條。跟人做得去採訪機嘛？採訪機哦。哎呀，去跑下去。採訪機做得嘛？做得。你等一下。係。李賢。打電話俾你啊。捱到。你打啊？拜託啦。阿姐嘅啦。聯絡下，好嘛？拜託。等一下啊。什麼？喂，阿姊，請問一下啲哪位？送油條嘞，阿苗點啊，用誒？採訪阿嫂嘅記者。想愛採訪啊？採訪啊？做乜採訪啊？阿嫂講到一下人唔強下做油條啲嘅賣。唔就老幾講就好誒啊？我又唔曉做，你用講啊？唔愛做，總係要用嚟收機啊！我唔曉。唔正經唔像啲偷人店拍嘅呢。喂，林爺啊，你都按油點冇啊？我老二講啊，你啲幾片哦，等一下。春兒家底哦，你係唔是過去尋你啦？好。啊？好啦，就按用啊！好，拜拜。嘿，按用就好了呀。做得啊！春兒啊，你帶佢過去啦。好，還是再用手。好，他只係想去請問一下哈，遠生條年店嘛，用做得搶買油條聽聽，收入又按好，當多年位人當到嚟買油條錯嘛，按切片啲蔬菜係嘛嘅呢？因為吼，就堅持傳統嘅做法吧，就是吼，就係會托清好嘅枸杞麵粉，韓國吼，因為用嘅自家做嘅番子米飯，番子嘅酵母對嘛？我啲。嘅用酵母做嘅油條啊，然後嘅蓬鬆劑做嘅。食起來手掌同多哦，也就係用嚟吼，按個油條會按球，唔管個使用個棒啊，就算用一個酵母來做哦，咁要按個油條按白打，冇可能啦，工作講到是這樣吼，聽說係按台灣呢一個傳統，真係經典啦，呀油條吼。然後係按啊，一個藝老孫兒啊，手工做嘅哦，老婆濕薯地波醃軟，保證好食的，係啊。
老到唔会赚钱嘞，你就做在老母卡某太。其实，先离开唔很啊，那么。很帅呢，看这边，看这边。啊，对对对，按呢，按呢，按呢，1、2、3，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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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嘞，昨天我害死嘞，啊，还有哦，哎呦，很多凉的呢，好嘞啦。啊，做唔得啦，阿姑，唔对哦，唔但抢复赛要准备呢，汉摆哦晋级准决赛，啊个总决赛吼，要爱准备3呢，先翕好定妆照，安尼才做得啦。哎呦，我暗多凉嘞啦，哟，爱忝嘞，爱想去歇困啦。好啦好啦好，叔公，唔用啥哦，先歇困10分钟啊，啊爱老小叔哦，先拿3啦，好冇？好，天天的先，天天的拿，哎，晾啥？撩一下，撩一下，嘿，好，是水哦，是水。哎呦喂，哎呦，烦，哎呦，哎。得嘞，拄好唔着歇困，来来对下疗养经营嘅行程。啊，乜嘅啊？乜嘅行程啊？唔通爱讲哦，疗养经营啊。早晨，我要视察，带唔到去高铁站，然后乡下坐高铁去台北。到几片啊，去看我煮饭好嘅菜，我个视察，带唔到去天丝台。一路上啊，早晨是咧，当初是咧，还有水老点心，我种下都要准备好，唔对种下都唔失手。你个老外头乡下去台北啦？好啊。我那个就唔识，我就手机啊。哎呀，唔是小会麻烦我啦。你今日安怎慌？我迄根本无水，一想到阿公同叔公根本你爱去疗养，我就听到睡唔落觉呢。迄期啊，着疗养又唔免按听着嘛。但迄期条个初刑时啊，当然会比自家个艺人紧张哦。韩国根本你唔但抢疗养，还卡迄一直冲药个日嘞哦。嘛个日嘞？就迄啊，生日快乐，妈！也迄我做个素饭送本你哦。哇，平常时按摩头神，竟然记得我个生日哦。当然我记得啦，我周末想睡躺下喏。我嘛个？无嘛该啦，妈，生日快乐 ，I love you。好啦，做梦，好，谢谢。我扶唔出来嘛，素饭哦，你带看呢，有问题张老奶讲哦，我张奶去调歌哦。好啦，好。等，要幸福，迄嘛个有带冇？啊，唔记得讲咧，嗰迄叔公送本年嘅生日礼物啦，我扶唔出来，来去了。好，听听的哦。好。安怎呢？阿咪姨。阿咪安子噻。唔会，来。安子噻。唔会。来。来。咱这个动情嘅都准备好嘞，油条咩做好嘞，然后做嚟食吼。耶，安子噻 Q 妹。安子噻，对个，我这样做好，唔带电哦，记得帮阿公带上台啊。冇问题，安子噻阿姨哦。嘿，
时间差不多了。系啊系啊，送茶送茶。好。哎，两上唔是去广播，唔是图书，俺这出去了。我是想去参观学校，不说当然会留记到强下去啊。哦，好啦好啦，送茶送茶。等一下。哎。哎，你，基本上生日呢，生日快乐哦！阿勇说唔本来也系嘛个意思。哪有嘛个意思啊？生日快乐！唔咩呀，唔本来也懂乖呀。哎呀，你呀，时间真经差唔多的啦。哎，有嘛事情哦，等下做落再讲啦。唔做了，听说本来伊只意思。加油！爱听哦！加油加油！加油，爸爸！加油加油！拜拜。阿姊，生日快乐！要忘掉呀？吃唔过小饼啊过后，要派提白送来生日礼物的。咁要，我唔記得咧。你阿勇叔送来嘛嘅嘛？你送来一件点咩？我說，我係繼續開店嘛？你係辦雜條價咧？辦雜條價咩冇相干，爸唔答應哦，一件店咩就開唔上。爸呢忙東洋蔥啊，一講開店有事情做，我聽說做得天數幾個騙錢。老豆爸係因為被騙嘅，才唔開店嘛？唔係啊。唔咩？你遲早睇嚟過後，把幾個人就散睇嚟。佢一間店嘅哦，對佢嚟講冇意義咧。有冇？一間店就係幾個人生啊？一間店嘅咩係愛嘅人生啊？唔啲愛啲也做幾久嘅嘛？我唔確定係哪下開始做嘅，有20年嘛？30年，足足30年咧。只唔出世哦，我就對呀做事咧。一開始啊，就係掉偷懶啊，打包東西啊掉。外面哦，大大小小嘅事情啊都會做咧。小表妹會哦？當然啊，冇阿勇所做嘅暗號實就係嚟啊。我聽說，也就係做埋個老張愛老張本人啊。係裝定一件點沒有？搶救咧！好好壞壞嘅事情啊，全就看過咧。唔記得一點沒啊？是遇到過家敗嘅危機，青陽村有200，一擺就係罵過神，啊，那一擺就係唔靠太後幾年發生嘅事情，唔記得嗎？係年嗰隻開工嘅擺係，冇條英雄，唔過嗰時哦，我老豆一間店嘅會幫睇咧。恭喜發財！條家新年快樂！開工啦！開工！
来几件热豆浆，当时自己的了，小心烫哦。哎，不好意思，来来来，来手机来啊！不要给啥？不要好，总共30块，内用吗？哎，不好意思，好，送过一个哈，共80块，小饼，小饼几度嘛？手表，哎，好，谢谢。热豆浆抹溜，香嫩啊。好，好，谢谢，您帮我坐一下，好，谢谢。阿翔，哎，豆浆补了啊！你好，今天快乐。手表，你刚才哪个送？好，内用吗？总共40块钱，谢谢。先找位置坐啊，谢谢。好，这样是90块钱。哎呦，谢谢。哎呀，来。外带吗？好，那么你好，新年快乐！想吃什么？再一桶，谢谢。好，小心吧。哦，再来。那稍等一下哦。哦，来，谢谢，您帮我等一下，谢谢，新年快乐！你好，新年快乐！要吃什么？恭喜发财！危险感情啊！给了。哎，不要不查！哎，不要不查！云宇航，云宇航。声音太狠了，厉害了！因為阿嘅情形，因為唔係幾好。醫生講，佢家係麻醉藥會盲推，一係推得咯，一天就會心痛嘅啦。可能會用到一些吃灰藥嘅。哦，好，做下都用啊。不管幾多錢，我哋都會出嚟。錯啊錯，收下來，有乜解天數處理嘅哦，我哋都要天數啊。唔對我唔出聲吼，就幫阿下好好歇困啊。好啦，我哋會同醫生討論按樣做較好啊。屌嘅啊，搶嘢條小貨嘅啦，開眼都唔會變到人哋，你有咩事啊嚇？唔講話好好講，做乜安尼啊？好啊，我也就好好講啊，我老妹也好變到人哋，搶就開啦，然後人哋講啊，切到要過到人哋話猛講猛推啦。阿準誒，較冷靜啲，唔啲啲別太細聲啦。我有冷靜哦，阿下肯定唔會對呢，記得一種人吼，就欠人過啦，怎麼抵死啦？哪種人啊？來丟黑哪種人啊？因為搞生意。不要再吵了，這裡是醫院，會通知保險上來咯。對不起，我們小聲一點，等一下就離開啊！對不起。虽然你们店内不大，但是灭火器的数量还是不够充足，加上你们里里外外炉火这么多，加装自动洒水设备装置也是不为过。对啊。店内的急救设备还是不够充足，瓦斯漏气警报、119通报装置、紧急照明设备也都没有设置好。店内通道狭窄，又堆放物品，厨房排水不够顺畅，容易积湿打滑。这些，阿生叔，就麻烦你在期限内改善了，不然我们下次再来可就要开罚了。哦，好，我们马上改啊。阿生叔、阿勇叔，我也是吃你们家烧饼豆浆长大的，我实在很不希望看到豆浆店被停业，就请你们尽力了。停业呀？所以小廖，就这一些改善了就没问题了，对不对？对。好，没问题啊，马上改。我们就先走了。好，谢谢，麻烦你们了啊，谢谢。
好，谢谢啊，谢谢，辛苦。天天天神鹿陆上都建超过1礼拜的，神鹿家属出面指控，头家到野下连一系列想要解决事情的生意手无，唔但将连佢哋提出嘅条件，然后赔偿金态度达到千档硬以外，未无想去负责任，本佢哋知道痛心痛肠。公开佢哋留偷年店嘅伙计过场样片。魏总警真警总唔得，够讨论下。我明白他受的伤很严重，真警没办法啊。那没很多钱啊，我会再另付200万当做补偿，这样可以吗？会召开这个记者会啊，我也是不得已的。我只是希望那间店可以还给我一个公道。我妹妹真的很可怜呐、今天发生这种事情他们真的有够冷血的，对我妹妹啊，她就不闻不问。遐送医用安要做戏哈，套钱嘅时间冲如慢呢，伫太监面前就叫到按采购啊，叫我们这个其他以前500万嘅发明哈。你我按有输啊，和调试通改老无对不开的时间，请爸一个。各位记者朋友们，一家这么小的豆浆店，会有如此可观的利润，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它原物料的由来，会不会是说偷工减料呢？或是在产品上标示不实的可能性呢？啥呀嘛个意思哈？我们都知道，给你死地讲嘛个啊？是致癌的余力，基改黄豆，大众关注的议题。关系嘛个事啊？一家豆浆店，难道不需要在产品上他都不是标工作示成分部清楚吗？会不会卖出去的东西并非那么天然呢？这值得我们去监督以查验。你昨天哪？有黑手机，而且脑还有点，我完全没有。连菜单控都不知道怎么弄，我也不知道。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是徐家人吗？不好意思，还是说你认识他们吗？不认识。那你喝过他们豆浆吗？他们老板脾气好吗？你知道他们现在出事了吗？你知道这件事？太哥，以前500万，我就迄阵间无办法。不过我就迄阵间有心想要解决，唔知500万甘做的，300万现金，200万做的分期本。唉，拜托你了。啊，你啦，1000万啦，500万现金，500万吼，本来分期啦。太哥，500万真嘅，迄我就所有嘅钱。哎呦！拜托你啦，我就真嘅冇办法，请到真嘅500万啦。哎呦，唔得就冇生意咩？当然就农业机，冇撇机嚟嘿，帮来亏啦！哎呦，哟，阿爸，你做嘛咯？500万，我同意。爸，乱讲嘛，该转去啦，冇影事，转去啦。哎呀，哎呀。阿叔阿严冲嘅爽，你将你看几1分钟你定，剩嘅时间拢伫个想我用我的同偷钱，你关心下迄伤嘅事无？当然有关心嘛，你就按严冲，专门上班，专门赚钱，老几条偷条赔偿金，安做唔得嘿？拿到钱唔爱哪一赌，伊嘛好，冇资格拿遐钱。慢慢问啊问啊，500万就500万，我做主。什么？做唔得啦！点点，唔过安尼闹哦，我就死本看。死？你唱乜讲听听啊？好啊，你死啊，做你死啊！小子来了，老婆。你冷静一点，把刀放下，好吧，不要冲动。哎，食水果诶。哦，哇，很资深诶。啊，没办法做错嘞。哎。小数一下。哦，很冰很爽快哦。
算算巧好势，并不可能遐半年来轻松快嘅营业咧。啊！爸，大家本可以哈？哦，孙啥签名？签名？乜嘅东西啊？我今日好同地书啊，我考到南医太咧。哦，靠到呀！错个前2日公布，大家都喺无限处理点多嘅问题，唔记得问。容易呢。係。恭喜你先。誒，今日嘅貼紙嘢嗬，錯噶，我先放棄哦。你是嘛？一個同意書愛做乜㗎？我就去安尼同我簽約咗，我想我帶好了。帶好了。阿伯卡同學教又唔係黨員，做乜解帶好了啊？我太好以後可能時常愛熬夜啊，要去趕作品啊，安尼學教老伯卡2篇做吼，挺麻煩的啦。只只帶好了較方便。無限嘅時節，爭去帶同學嘅啊，平常閒走地帶不卡啊。無方便呐，乃無方便。我有陣時可能要做較太意思嘅作品啊，我多擺追來追去。帶好了就唔會有一定問題咧。唔多白真唔得咧，我老李是拄到第4才老唔知啊。等按無限，那有限最愛。先講，我掉就會留時間，也哪有乜嘅問題啊？唔就按無想帶不卡係無啊？你一下不卡有按多事情誒，拄好愛大家團結，唔使愛啲一下去帶好了啊。點方嘅事情都係你哋啲處理啊，我又唔曉，就本來去帶好了，因為咪搞錯你哋啊。人係一家人誒，講乜嘅搞錯啊？韓講唔去帶好了，愛死很多錢，還唔懂帶不卡較省錢啊？錢我要去甲出，學費我咪要去甲納，又唔會使到不卡嘅錢，你哋就本來去帶好了嘛。你是哪有錢啊？我有打工嘅存款啊，還有個做王牌嘅錢，哪用嘅喇叭？做唔得啦，唔出攞我帶不卡，無吼，唔出冇去吐嚟啊！我嘛個係你嘅天涯吐太好噶，一同意書我係千8簽名呢，偏嘛個係你嘅天做得也做唔得啦。而邊個係牙子呀？幾樣嘅，我要吐太好係我嘅事情，我撤退會去吐。我喺而家做這樣係啊，唔冇想攞我條有關係咧係冇啊？冇啦，冇按嚴重啦，帶好聊天添咩？唔好攞聽講法啦。佢一下就想離開一隻木卡啦，佢冇想來做錢木嘅啊！我冇按樣講啊，你唔好打敗就按樣，切架講切架錯個。唔是我講嘅啦，我係拄地，唔出去邊度唔切架聽聽啊！好咧，冇吵誒。爸，愛帶手一帶。會啦，又沒聽人說司機誒。唔關啦。會啦。你錢冇財咧，80支誒，你啥轉來要下漲下。像我安尼個手把聲無愛稱好，你嘅學別講乜嘅啊？唔敢講無想過，希望我媽媽就唔會破病咧。我從來冇用想過。安怎說？不過媽係安想誒。姑嫂冇個講我從媽媽咧，
热泪砸半年，热泪流来一家皮，想起老人家。热泪砸半爱，热泪吃破带上去，向都离开。含笑发，含笑发。